唔使去捉仙洞，喺屋企就可以打高爾夫，係咩感受啊？你睇呢一套143平方嘅珠海市區豪裝4房雙套間啊，睇住一線嘅豪公公景，唔止單澳門嘅一線繁華夜景，都係可以喺屋企就可以感受到啦。10萬蚊你竟然可以攞低呢一套豪裝4房單位喎，對面嘅澳門筷子基海泉灣、東方海岸都賣緊10萬蚊一平方，而呢度只需要10萬蚊你就可以輕鬆做業主啦。仲送你兩地車牌、全屋嘅家私家電、車位嘅使用權以及24小時嘅會所使用權啊！真係非常之誇張啊！而家嘅發展商竟然捲到呢個份上啦，全屋嘅呢啲護牆板都係交付標準，你一間房間就可以作為你嘅長輩房啦。帶咗套間嘅設計，同樣都係望住一線嘅豪光景觀。主人房帶咗呢個長輩房帶咗套廁，而且係呢啲維保嘅智能馬桶，衛浴都係交付標準啊！呢度可以滿足你10幾個人喺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U 型嘅廚房加埋呢啲島台啊、廚房3件套啊、歐派定制櫃、明窗設計、熱水器都係交付標準。嗰度係可以欣賞景觀，而呢度咧就可以作為你洗衣晾曬嘅地方啊，連埋呢啲洗衣機啊、熱水器都係交付標準，真係太誇張啦！仲係現樓喎，你即買即住就可以即交樓啦。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，呢度就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啦。主人房做咗一個套間嘅設計啊，書房之後可以作為另外一間房間，或者係作為你嘅書房都可以 OK 嘅。主人房帶咗衣帽間啦，主人房套廁。仲望住一線嘅豪光景觀喎，夜晚啊呢度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對面澳門啊，直線184平、184米就可以去得到啦，500米就可以青茂關口啦，行路過關非常方便，5分鐘都可以到達港珠澳大橋人工島。屋企樓下就係港珠澳大橋連接線嘅入口，10萬蚊輕鬆做業主，5分鐘去到兩大華發商都，5分鐘都可以去到橫琴。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條路，我係小我啊，點個關注，發你全圖資料。